过来，这是中部的消息。中部地区呢，小林线落几啊天的大雨，这咱知影。台中市有一个46岁姓赵的查甫人，伊早起8点时接到病院通知，讲伊的太太真危险。这个朝鲜事件后，生两个人伫路边要砸客运车，等无客运车要安怎？警方看到这个查甫人真着急，规气用警察车直接载两个人去病院。 落雨天，伫咧超商路口有两名民众真着急，警察来到现场关心，才发现因是要去病院看病较真食来太太，毋过煞叫无车，才真着急。警方到场了解是赵姓的父子称收到中国医药学院的发出妻子的病危通知警察讲，46岁赵先生伫咧昨收到病院发出太太病危通知，含后生真着急要赶去病院看，说是咪到伫咧超商路口叫半点钟的客运车拢无消息，就只好请警察到三讲。那手边又没有交通工具所以不得已请求警方来协助警察来到现场，别惊两个人哪讲哪滴目屎。 靠有两间客运车行都无车通叫，才决定驶警察车载去病院。毛病惊两个人会当好好陪伴家己的亲人。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